创立伫咧1875年的祝来发饼铺，伫台南4百第一天举办创业150档割彩仪式，邀请到立委陈廷辉、前美国驻台美军 Alfred Machiano、联合公主委王炳元、安平苗秀公主委欧在莹、美加人文会社召集人陈宏斌、卢姓朱敬东负责人柯玉杰、府城林信宫信经会董主郑白凯等人共同参与。接彩。今天是祝来发创业150年纪念的日子，我们在今天很荣幸的邀请到所有的好朋友们到祝来发饼铺一同参与150周年的一个纪念仪式。我们今天会有一个接彩仪式，那我们邀请到我们36冠军国会立委36冠军第一，争取预算第一，得票率第一的陈亭妃立委来担任我们的接彩嘉宾。他今天也我们现场还有发送400份的台南400棉发糖，还有碰饼来跟大家分享。那今天很谢谢大家在这150年来对祝来发的照顾。那希望我们再来年2024、2025在之后都能够吉运龙来。百年老店必须做的就是要不断的创新。他们的新一代，他们是等于是四个这个不同的年代，然后把它汇集起来。现在我们新一代结合爸爸的这个秋给吼，现在又结合了我们的文创，所以呢，大家知道碰饼它不再是只有碰饼，它是可以变成文创，而且它的文创它可以把每一个人头脑想的都把它刻印在上面。画面上这把秀彩嘛真特别。无共以传统的龙、凤、新准等秀彩图案，而是以糕点造型来点缀，别出新彩设计，来自于府城天青秀中精细制作。除了割彩，这天拄好嘛是小霸共和宫送天书同庆，现场设暗道，由台南政法社小法团举行清坛请神仪式。邀请到台南政法社小法团，他们来为我们主持一个请神清坛的仪式。那这也是台南非常传统道地的，只要有请神尊，那我们恭请小法。那它也是我们台南赤坎万圣节的优质开幕的团体哦。祝来发饼铺嘛特别准备了400份台南400各供应性价礼盒仔，迎接在定送天书的成就。搁大手笔准备了180份的乌鱼子地桥礼，另外嘛特别制作了400份台南400碰饼、甲棉花糖，要来送给民众，分享这100年盛衰欢喜。记者张世伟采访报道。